一下呢，你來認識一下，對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我聽聽有冇？記性，記性呢？記性呢？這是客家話特有的一種用字方式，記性呢？第二個，品性，品性，品性。第三個，掛號。掛號，掛號。第四個，郵遞區號，郵遞區號，郵遞區號。第五個，住址，住址，住址。你好，請問有乜嘢做得讓你聽書嘅？我想愛記性啊。請問愛記品性也係掛號？我想愛記掛號。郵遞區號老住址記得要寫清楚哦。有，我都寫好咧。我讓你數28個月。好。請問愛記9將會幾多？對方睇上去容易就會數到。是夢英。你來學習一下記記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請問愛記品性也係掛號？請問要記品性還是掛號？請問要，請問愛。有時候客家話會問，請問你要什麼呢？他就會問，請問愛。接下來記品性，記品性，記品性。第三個還是也係。也係，這是我們客家話常常會用到的詞彙，也係。接下來掛號，掛號，掛號。好，這一句整個的組合是什麼？請問愛記品性也係掛號？請問愛記品性也係掛號？下一句。郵遞區號到住址記得要寫清楚哦，郵遞區號和住址記得要寫清楚哦。郵遞區號、郵遞區號、到和住址、住址記得要寫清楚哦，要寫清楚哦。句子很長哦，我們先來一次慢的。郵遞區號到住址記得要寫清楚哦。郵遞區號到住址記得要寫清楚哦。下一句，為了你收28個元，要向您收取28塊錢。愛就是要。向您收取，讓你收28塊，28個元，28個元，整句哦。為了你收28個元，再一次哦。為了你收28個元，最每日記對方睇咗1到2日就會收到。對方大概1至2天就會收到。對方，睇咗大概怎麼說？大約大概怎麼說？睇咗1至2天，1到2日就會收到，就會收到。整句。對方睇咗1到2日就會收到。對方睇咗1到2日就會收到。這是我們這個單元常用句型的練習，一樣提醒你們要多聽多練習。